老友記，聽清楚啦，今次真係大件事，亦都係一個絕對係好消息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蟹長者一直喺度擔心緊嗰份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我哋俗稱蟹長生活，會唔會因為入息過咗少少位，或者手上嗰啲棺材本、啲股票資產多咗少少而攞唔到？但你今日就真係要坐定定，聽我由頭到尾講清楚。政府慢慢公布咗最新蟹消息，正式放翻咗長者生活津貼蟹入息同埋資產限額。呢個新蟹長真係等咗好耐，好多人問點解會突然間放翻呢？係咪同最近上調最低工資有關？冇錯，大家真係好心急，亦都好有眼光。今次呢個調整背後，其實係有一套好精密蟹計算機制。講到尾，政府見到大家生活艱難，物價又升得咁犀利，如果仲守住嗰套救蟹標準，好多老友記真係會掹掹緊。所以今日我唔單止會同大家拆解最新蟹入息同資產限額數字，仲會話俾大家知，大家最關心嗰份雙糧，即係嗰份額外蟹津貼幾時會到手，截數日係邊一日？仲有我收集咗一堆老友記最常問海難題，一併喺呢度逐計解答。我哋先講下呢個入息同資產限額蟹新調整，大家要記住，而家已經係2026年，政府係會根據社會福利開支同埋通脹率去調整呢啲福利金。如果你係單身人士，原本你蟹入息限額同資產限額係溝得好死，但而家放翻咗之後，個空間大咗好多。例如以前你可能因為每個月多咗幾百蚊人工，或者仔女俾多咗少少家用就驚超標，而家個入息限額上調咗，大家可以稍為衝口籌。對於兩夫婦一齊申請蟹個案，個資產限額更加係加咗唔少，咁樣就唔使撲住大家要分家產或者收埋啲錢喺床底咁辛苦。講到入息，大家最想知係咪同最低工資有關？呢點真係要同大家分析下。大家都知2026年初最低工資水平又再上調咗，變咗做每小時50幾蚊。當最低工資升蟹時候，社會上整體蟹工資水平都會越。政府喺考慮長者生活津貼蟹入息限額時，一定要考慮到呢啲仲喺職場打拼緊蟹老友記。如果你而家仲做緊保安、清潔或者兼職，你份人工升咗，如果津貼限額唔跟住升，你咪即係變相攞唔到津貼。所以今次放翻入息限額，確實係有考慮到最低工資上調帶嚟合連鎖反應，確保大家唔會因為勤力做多2份工而失咗個保障。接住落嚟，大家最關心蟹一定係錢幾時到手。講到呢份雙糧，其實即係政府每年喺財政預算案入面，視乎財政狀況而決定係咪發放蟹額外1個月津貼。根據最新消息，2026年度蟹額外津貼發放日期，預計會喺5月尾或者6月初左右入落大家個戶口。不過大家要留意一個關鍵位，就係接數日。通常政府會定一個特定蟹日期，如果你喺嗰一日之前已經符合領取長者生活津貼蟹資格，你先至有份攞嗰份雙糧。如果大家係啱啱夠65歲，或者啱啱先準備申請，就真係要排手啦，唔好錯過咗個接數日期，否則分分鐘少咗幾千蚊。講到呢度，我知大家腦入面一定有好多疑問，我歸納咗幾個最近最多人問海常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如果我有自住物業，計唔計入資產？老友記，放心，自住嗰層樓係唔計入資產限額蟹，無論你嗰層樓而家值500萬定係1000萬，只要係你自己住，政府都唔會計你。但係要留意，如果你有第2層樓收租，或者係同人合資買蟹非自住物業，嗰部分蟹價值就會按比例計入你蟹資產入面。第二個問題，我有買人壽保險或者年金，啲錢點計？呢個係好多人踩中蟹陷阱。對於人壽保險，通常係計個現金價值或者紅利，而唔係保個。至於年金，如果你參加咗政府嗰個香港年金計劃，你每個月攞到蟹錢係會計入息，但你投入去嗰嚿本金，好多時係可以獲免計入資產。不過每個人蟹保單內容唔同，申請蟹時候最好帶埋份保單去社署問清楚。第三個問題，仔女每個月俾我蟹家用計唔計入息？呢個答案好簡單，唔計。政府目前蟹做法係，仔女親戚朋友俾你蟹供養費或者零用錢，係唔會計入你蟹入息限額入面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收仔女蟹心意。第四個問題，如果我係65歲至69歲同埋70歲以上，攞蟹錢有冇分別？而家長者生活津貼已經合併咗，唔再分普通同高額，只要你夠65歲，入息同資產唔超標，攞到蟹金額係一樣蟹。2026年現時蟹金額大約係4000幾蚊一個月。如果你超過70歲，你可以選擇申請高齡津貼，
即係俗稱蟹生果金。生果金係唔使審查資產同入息蟹，但金額就少好多，大約係1600幾蚊。所以如果資產入息過關，梗係心情長生活啦。第5個問題，我喺銀行有聯名戶口，點計？如果你同仔女有個聯名戶口，入面有50萬，通常社署會將入面蟹錢平分，即係當你佔20萬，除非你能提供證明話啲錢全部係仔女開，或者全部係你開，否則一般都係隨與開戶人數。第6個問題，我有強積金 MPF 係咪資產？如果你仲未退休，仲供緊強積金，嗰筆錢就唔計資產。但如果你已經到咗65歲，可以提取強積金，咁你提取咗出嚟嗰嚿錢放喺銀行就係資產。如果你選擇分期睇，每個月攞出嚟嗰啲錢，社署通常會視為入息。呢個為大家一定要處理得好，唔好因為一次過攞晒啲強積金出嚟，搞到資產過咗界。最後一個問題，我住喺大灣區，攞唔攞到呢筆錢？答案係可以喺政府有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。如果你打算返內地長居，只要你符合居港限額同資產入息限額，你一樣可以喺內地領取長者生活津貼。講咗咁多，其實最重要係大家要保持心情愉快。錢雖然重要，但身體健康先係本錢。今次政府放翻限額，反映咗對老友記蟹關顧。大家如果發後填真，一定要去申請，唔好覺得麻煩或者怕醜。呢啲係大家辛辛苦苦建設香港幾十年，社會俾大家下一份回饋。如果你身邊有老友記仲唔知呢個消息，或者唔知點樣計嗰啲資產，記得幫佢哋一下。你可以幫佢哋去社署攞張表，或者上網幫佢哋下載。記得申請日期好緊要，越早申請，發號填楷話，啲錢就越早入戶口。總結一下今日講蟹重點：第一，2026年度長者生活津貼入息同資產限額都放翻咗。第二，呢次放翻同最低工資上調係有關係，係為咗保障基層勞動長者。第三，商量預計5、6月發放，留意節數日。第四，各種保險、聯名戶口同自住物業契計法各有不同，申請時要老實申報。希望今日呢啲資訊幫到大家，喺呢個新氣象之下，各位老友記都可以過得更加從容，更加安穩。我哋下次再傾一啲大家關心喺社會福利話題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日日都開開心心。呢次放翻其實仲有一個細節，大家可能忽略咗，就係關於長期病患特別津貼同長生活蟹重疊問題。有啲老友記同時攞緊幾樣福利，記得要去社署主任嗰度對清楚，睇下邊種組合最借數。另外，如果你以前因為資產超標少少而俾拒絕過，趁住而家限額提高咗，真係要再去問下，唔好以為之前唔得而家都唔得，因為2026年度蟹新限額真係翻鬆咗唔少，分分鐘你而家就過到關啦。再講多少少關於申請情緒海貼士，而家社署好多嘢都電子化咗，如果你或者仔女識用智方便或者相關海網上系統，申請速度會快好多。不過如果你都係中意面談，記得預約咗先去，帶齊你所有銀行存摺、保單文件同埋身份證明文件，一次過搞掂，唔使行幾轉。仲有啊，有啲老友記問，如果我喺海外有物業，但係好舊唔值錢，咁點計？社署係會要求你提供海外物業蟹估值證明係，如果你申報嗰陣唔清不楚，之後被查到，可能會被要求退回所有領取咗蟹津貼，甚至會有法律責任。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心存僥倖，誠實申報先係最穩陣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對最新蟹長者生活津貼政策已經有咗好清晰蟹了解。大家記住要留意住政府喺正式公布，因為細節位有時會根據最新蟹通脹數據再作微調。總之2026年度喺呢個新開始，對長者嚟講絕對係一件大好事。大家唔好忘記，福利政策係會隨時間變動蟹，所以最緊要係與時並進，掌握第一手資訊。如果你對自己個案有任何唔肯定蟹地方，最好都係直接諮詢社會福利署蟹職員，佢哋會根據你喺實戰情況提供最準確蟹建議。希望大家喺呢個充滿變數蟹時代入面，依然能夠感受到社會蟹溫暖。長者生活津貼唔單止係一份金錢上蟹補助，更係一種對長者過去貢獻蟹肯定。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呢筆錢，改善生活質素。無論係去飲下茶、買下補品，定係同孫仔孫女去玩，都係一件美事。最後再次提醒，雖然限額放翻咗，但大家平時管理資產都要有計劃。如果你預計自己好快會有一筆大額收入，例如賣樓或者收到大額遺產，記得要主動向社署申報，以免造成不必要蟹麻煩。祝各位長者生活愉快，
還年生活多姿多彩。我哋下次再見。大家對於呢個政策有冇咩特別嘅睇法？或者你有冇遇過一啲申請上海奇難雜症？其實好多老友記喺申請過程入面都會遇到一啲細節問題，例如係關於分家產後海難何期問題，又或者係關於海外退休金點計。雖然今日講咗好多，但佛理政策入面真係有好多細迷位。如果你哋有興趣，下次我可以再深入講下呢啲隱藏規則。今次喺放寬反映出政府喺面對老年化社會時，開始聽多咗市民喺聲音，雖然未必完美，但起碼係向好喺方向邁進。希望各位老友記都能夠受惠於新政策，減輕生活壓力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有用，記得同你身邊蟹老友記分享，大家一齊攞到應有蟹福利，開開心心過生活。記得留意日子啊！2026年蟹夏天呢份額外蟹跟梯就係對大家最好蟹禮物。我會繼續為大家跟進最新蟹消息，只要政府一有新動作，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喺度同大家拆解。大家保重，下次見。